如果兩個人結婚係男方主動去推進結婚嘅話，咁結完婚之後，呢個男人多數都會負責，肯對個女人好，肯去負責。如果係女人主動去推進結婚嘅，咁樣嘅話，婚後多數係女人要付出多啲，跟住喺婚姻啊、擺酒啊、乜嘢婚禮搞大龍鳳啊，男人乜嘢彩禮啊，男人都係可免則免，可慳則慳。咁如果係兩個人係順其自然結咗婚嘅呢種關係嘅話，多數婚後都會感情比較穩定。咁如果係兩個人嘅父母去撮合嘅一對咁嘅夫妻，咁時間耐咗之後，多數有一方就會喺出邊亂搞。呢個係鳩師傅鑽研咗情感10幾年，接觸咗過千個付費學員得出嚟嘅一個結論。大數據，覺得鳩師傅講得啱唔啱啊？你哋有情感婚姻問題，歡迎過嚟揾鳩師傅1對1深度諮詢。